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张伟民，欢迎做回加入新闻世界通，每讲30分钟，和你正做国际新闻通。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到本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或者是 Nancy Pelosi 8月本地要访问台湾，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不二个咧，即阵美国总统拜登说来讲哦，美国军方认为这唔是一个好主意，外界嘛咧要讲是唔是中国因素。拜登嘛讲哦，未来10天之内，美国总统拜登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进行会谈。当咧台湾访问的这个美国前国防部长 Esper 嘛表示讲，美国官员的行程哦，哪有中国来决定这款道理？台湾嘛，为了呛声讲哦 ，Pelosi 是美国 No.3 的这个人物，有民意基础，会当家己来决定。另外，话阁讲回来，人讲中国真正是目空车，对台湾所有外交突破，拢想要阻挡。有风声，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计划后计划访台，展现对台湾的支持。也毋过，美国总统拜登亲像对这件代志有所保留，佮表示可能伫10月来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The military thinks it's not a good idea right now, but I don't know what the status of it is. What does President Xi say? I think I'll be talking to President Xi within the next 10 days. 那目前呢，外交部我们还没有接获有关于 Pelosi 议长访问台湾的确切的讯息，那我们对此也没有进一步的评论。当日访问台湾的美国前国防部长艾斯培里接受访问表示，目前美国政策一大问题就是，互中国对美国决策有伤济发言权。美国应该做正确代志，针对这件代志，伊想要听的是台北的声音，因为台湾希望佩洛西访台。I don't think we should allow China to dictate the travel schedules of American officials. 学者分析，针对佩洛西访台，中国除了伫外交表达抗议，也暗示该访军可能会有所反制。美国无希望造成美中军事冲突升悬，所以拜登才讲美军有所顾虑。对佩洛西8月计划访台，中国外交部再次表示，若讲美国硬要做，一定会采取措施甲反制，佮公告做到。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乌克兰第一夫人这个 Olena Zelensky 咧，当咧美国华府访问，20伫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向议员发表15分钟真感动人心的这个演说。伊讲啥物咧？伊讲乌克兰大家爸母拢毋忘讲，通甲囡仔讲哦，会当好好困，袂够空袭，袂够飞弹攻击。嘛，呼吁讲美方都要对乌克兰提供更较侪武器来对抗俄西亚。根据了解咧，美国国会这礼拜国防部嘛批准着上新一批支援乌克兰的军事武器，包含4座高机动性的导攻火箭系统。Ви допомагаєте нам дуже потужно. Поки Росія вбиває, Америка рятує. І ви маєте про це знати. Дякуємо вам. 前往美国华府访问的乌克兰第一夫人欧伦娜·泽伦斯基，第2天的行程前往国会大楼的礼堂，透过翻译对美国参众2院的议员发表15分钟的演讲。欧伦娜展示去互俄军杀害的乌克兰儿童影像，控诉俄军的残暴，呼吁美国会当提供更加侪武器，通对抗俄罗斯。Я зараз прошу річ, яку я б ніколи не хотіла просити. Я прошу у вас зброю. Зброю не для того, щоб нести війну на чужу землю, а щоб захистити свій дім і право прокидатися у ньому живими. Я прошу у вас протиповітряну оборону, щоб ракети не вбивали дітей у їхніх візочках.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诺等国会领袖，拢对欧伦娜表达强烈的支持。佩洛西伫介绍欧伦娜上台时阵，形容美国国会议员是乌克兰人坚强的支持者，也欣赏泽伦斯基翁仔某的领导力。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迄天向媒体公布，美国赠送4台海马斯高机动性导攻火箭系统予基辅，而安尼做总数会达到16台。奥斯汀讲，这批武器伫战场的影响，各界拢看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洛夫20伫莫斯科接受俄罗斯国营电视台总编辑的专访时阵，讲莫斯科伫乌克兰的军事目标，袂阁敢集中伫乌国东部，阁包括南部的赫尔松、扎波罗热这些所在。阁表示是西方所供应的武器，亲像美国制造的海马斯导攻火箭系统，必须莫斯科对特别军事行动的计划会做检讨。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上大条，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国际主流媒体的新闻重点。首先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日本 COVID-19 这阵疫情国野，尤其东京高日是超过3万人确诊，创5个月来新高。
另外，看到韩国朝鲜日报报道，全球上强军队是美军，但是因这阵募兵是愈来愈困难。伫咧越南战争以后是上大规模的危机。另外，看到英国 Times 报道，英国保守党党主席已经来到第5轮的这党票，斯纳克也是领先，但是面对 Truss 形势抢quyền哦，咱讲到从第3名变第2名，斯纳克这阵就进一步向保守党的党员来喊话，伊讲哦，选我无就是失去政权，两个来选一个。另外，看到 New York Times 报道，罗西亚这阵恢复北溪1号天然气的这个供应，但是流量干那50%，和欧洲国家有影是烦恼。另外，看到 Washington Post 报道，去年发生国会暴乱案，过2天调查结果是 Trump 无愿意发表谴责的这个声明。同款，过来关心美国，这阵是美国总统拜登哦，伫马萨诸塞发表相关甲气候变迁有关系这个演说的时阵，伊讲起到细汉的时阵，环境污染真严重，规只进程都要甲这个车顶的这个挡风玻璃油清好清气。拜登佫讲哦，这是因为安尼，这是调监的原因。拜登突然间讲到伊家己调监，互大家拢错一条。You had to put on your windshield wipers to get literally the oil slick off the window. That's why I and so damn many other people I grew up have cancer, and why can't for the longest time, Delaware had the highest cancer rate in the nation. 听到拜登安尼讲哦，白宫发言人哦，随伫这个社群媒体 Twitter 头顶背回讲哦，拜登是伊去年进前接任总统的时阵，捌接受皮肤癌的这个手术，所以并不是最近 ING 的这个代志。不二个咱嘛讲到这个咱讲73岁拜登是美国历史上年岁上大的总统，不过健康的状况是受人关注。另外来到这个英国执政党，这个保守党就是党主席第5轮的党票结果，咱头段嘛讲到一个印度的后代前财政大臣 Sunak 和外交大臣 Truss 2个人进行上尾这个对决。另外咧就讲到这个 Johnson 哦，20伫国会出席上尾一场接顺的这个时阵，结尾咧是用这个西班牙语哦，表示讲后悔有期增加外界真大的想象空间。Mordaunt 105, Sunak 137, Truss 113. Therefore, Rishi Sunak and Liz Truss will be the candidates going forward to a final ballot of Conservative Party members. 英国执政的保守党党魁选过第5轮，也是党籍国会议员最后一轮投票的结果出来，票数上少的国际贸易副大臣莫丹特出局。由前财政大臣苏纳克加外交大臣特拉斯决选，2个人重点拢放伫咧2年后可能的国会大选。The question now for our members is, who is the best person to defeat Keir Starmer and the Labour Party at the next election? I believe I'm the only candidate who can do that. 特拉斯伫咧前一轮的投票是排第3，上尾轮的时阵逆转成功。BBC 报道有民调显示，特拉斯加苏纳克2个人对决，特拉斯会赢。We've got 2 years until a likely next general election, and I want to deliver for people. I want to deliver lower taxes. I want to help struggling families.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unleash all the potential and talent across Britain. 差不多20班的保守党员8月初会收到选票，9月初2进前完成投票。新首相连选9月初5就会让知影，因若看守首相强生20伫咧国会出席最后一场质询时阵，犹原是一个人见众人，也可抗既定的人甲美国保持密切的联络，支持乌克兰人，也讲尽量减少上班管制措施。Mission largely accomplished. For now, I want to thank you, Mr. Speaker. I want to thank all the wonderful staff of the House of Commons. I want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and colleagues. I want to thank my rival friend opposite, Mr. Speaker.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here and hasta la vista, baby. Thank you. 强生上尾也引用电影《魔鬼终结者2：审判日》的经典台词，以西班牙语表示后悔有期，互人真好奇伊心内想的是毋是迄句 I will be back。公司新闻张伟林、吴kỳ昌编辑。正想要带大家来看一个火警意外，这是美国印第安纳州一名送披萨外送人员的经过一间导火徛的时阵，就看到讲这火实在是真大，就冲入去火场人救拢总救出5个人。就2楼咧是破窗跳落来，身体受伤无大件伊讲无要紧，伊敢若关心救出来这个囡仔有安全无？消防人员拢嘛学到伊是正港的英雄。
消防员到事故现场的时阵，规栋厝已经烧起啊！因知影内底还佫一个6岁查某囡仔伫内底，当要向内底冲的时阵，对面传来囡仔哭声。消防员发现已经把查某囡仔救出来，查甫人正面的手骨明显受伤，一面把囡仔烧烧的，一面把这个查甫人指挥膏药啊。这个查甫人倒伫草坡啊接受治疗的时阵，表情痛苦，不过也是一直关心查某囡仔安全。Is the baby okay? Please tell me that baby's okay. Yeah, we're good. Yeah, she's okay. 这个第一时间冲入火场救人的25岁查甫人叫做波斯提克，是一个送披萨的外送员。7月11日暗，伊开车经过印第安纳州纳法耶市这个路段时，发现民家盗火，马上停车向前关心，先把4个年龄为2岁至18岁的民众救出来。知影内底还佫一个6岁查某囡仔伫内底，佫冲入去已经火昏真大的火场内。What he tells us was he was afraid of getting lost and being in the smoke, so he remembered that there was a window on the second floor bedroom that he had been in. And so he took the 6-year-old in his arms upstairs, broke out the window and received some injuries, some substantial injuries to an arm, breaking the glass, and cleared the window. And then he jumped out the window with the 6-year-old. 消防人员讲，迄个时阵，这个查某囡仔若做无及时甲救出来，才有可能受到真侪火昏会无性命。学到这个勇敢的查某人是真英雄。Rarely, never do we get anybody that will actually risk their life and enter a burning structure to save lives or possibly save lives. I mean, he at that point in time, he didn't know for sure that there was anybody in the house. So, I mean, he was taking a big risk for unknown. 受伤的波斯提克住院治疗2天了后平安出院，也受到当地市长接见表扬。伊谦虚地表示，家己毋是虾米英雄，只要甲人救出来，受伤嘛有价值。公司新闻陈慧敏编译。过来关心非洲乌干达这个当咧面对咱讲上严重的饥荒危机，当地东北部卡拉莫亚这个地区因为可汗海棠局势阁无稳定，加上粮食价少是直直起，侪人无物件通好食，致使因营养不良，干那一个月就超过200人夭死。病院一直传出囡仔的哭声，爸爸妈妈带3比8的囡仔，想要救伊一命。这是非洲乌干达东北部的卡拉莫亚，最近急性营养不良就医的囡仔大量增加，有一寡更加是未赴到病院就已经夭死啊。Ana bang na ne ro ka bala yang makai ka bang adriam ne ta ba jog boye ter bo kang dia wo ko lu adriam ro baga ne wa lo jamu merte gogne chuai kana va de akanya koro pe ya ya na pe kana chamite ndai ni nya do war 罗本的囡仔毋是个案，卡拉莫亚长期看花，海棠侵袭，当年来状况都无好。今年起，武装团体抢夺孤群的事件增加，再加上粮食价上起，更加扩大饥饿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当地死伤人口超过51万人处伫摇摆岛的状态。地方政府甲慈善团体更加指出，干那这个月就200多人夭死。In terms of acute malnutrition, in this year we have experienced the worst that we have had in the last 10 years. And we are tracing this back to the issues around climate change. We have also experienced increasing pockets of insecurity as well as common childhood illnesses. 不过，甲乌克兰战争比乌干达得到的关注真少。当地政府已经甲联合国合作，对卡拉莫亚囡仔进行大规模检查，希望量早协助营养不良的囡仔，互因有机会健康大汉。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过来关心台北羽毛球公开赛，东京奥运男子双打金牌李洋和王泽林面对印度组合，战甲是有够激烈，不久也是2比1拍入去8强。另外，咱讲台湾的这个球后戴资颖咧，甲洪志勇呐，扮演咱讲台湾内战哈，戴资颖21比6、21比8拍入去8强。另外拍入8强也有周天成和这个羽球王子王子维。台湾羽球的球迷一向拢较避暑。台北羽球公开赛第3天，总算是大声喊加油，因为男子双打16强，李洋甲王泽林对战印度的组合，第2局战况得甜，李洋甲王泽林先来到局末点，嘛是赛末点。
2届丢失了后，利用甲王泽林小连续回球挂网出界，颠倒以21分比23分错失第2局。加在第1局21分比19分有拍赢，比赛进入第3局。两个人经过第2局的经验，掌握现场的方式，个人负责的部分是搁较明确，而且持续把分数扭开。利用甲王泽林出现12个赛末点，这球对手挂网，以21分比9分比赛结束。这届3局赢2局，拍入前8名的比赛。因为因两个人今年的表现无算介理想，比赛了后讲，也阁有真侪需要克服的所在。毕竟今天在场上，自己在控球能力还是不是很到位，然后我觉得不管进到哪一个就是几强，我觉得都希望说能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因为其实拿过台北 Open 冠军，但我还没有，我当然希望拿冠军，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希望把内容打好。女子单打16强，戴祖颖甲洪文竹两个台湾选手咧车拼。戴祖颖拍球的手路是真侪款，水开的切球，洪文竹根本就无依法。戴祖颖敢若用20分钟，一局21分比6分，一局21分比8分，拍入8强的比赛。主要还是会先以就是控球吧，就是去感觉说怎么样的力道可以球会大概送到什么样的位置，就是这样子去找感觉。因为今年世界羽球联赛赛程豆豆恢复正常，戴祖颖讲，伫外口比赛时间真长，伊上届少年的食食都是台湾的粉圆年茶，虽然外国嘛有，不过台湾的也是上届好啉。这届转来想要啉一个够开。记者综合报道。过来带大家来看讲，这个世界带路家要带大家来看，这个无人客灵车时代真正来啊！吼，咱看到讲，这个 Amazon 公司的旗下自动驾驶的技术公司哦，或者是 Zoox， 拜二宣布讲，准备要推出自动驾驶的客灵车服务，当地咧 California 申请允准。这款车咧，咱讲伊是无限道路、无油门，嘛无驾驶，真正是100%全自动。而且咧，为着安全的考虑，伊也特别根据联邦车辆安全法规，自我认证符合美国相关的安全标准。试开关开始移动，这台外观就像小型地铁车厢的车辆，是亚马逊旗下自驾公司 Cruise 当咧申请试驾许可的自驾车 VH6。So you'll notice there's no steering wheel, nobody's driving it, it's driving all by itself. VH6 是4人座车内无限道路、无油门，也无驾驶座，是100%全自动。Cruise19表示 ，VH6 定位精准，移动流畅，细管更较精确，主要是载人，唔是送货。已经准备抢攻自驾客运车市场，也毋过完全无驾驶，乘客感觉侪。We got to be transparent about all that, and we got to get people in the vehicle so they realize what a great opportunity this is to help safety, the sustainability, and mobility in our society. 律师强调，为了让大众安心，因特别用较悬标准，也就是美国第一间根据联邦车辆安全法规进行自我认证的自驾车公司，符合美国相关的龙甲 A 安全标准。律师当日申请加州甲美国交通部试驾许可，若申请过关，民众未来都有机会伫旧金山坐这台特别的自驾客运车。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过来看到这个丹麦最近正在进行一项误当的这个计划，唱水人员是把麻草种到极远的这个海底，这种麻草咧，唔但会当吸收 CO2， 会当减碳，嘛通重新培养鱼虾的生态的。唱水人员藏入去水底，把本来规百的蔓草一株一株分开，种伫咧海床内，希望会当互因来捕掠海中的二氧化碳。丹麦外爱乐集团甲南丹麦大学合作，进行一项5年的生态保育计划。伫咧较无海草、海洋是不的所在，用人工种蔓草，除了会当吸收二氧化碳，保护生态环境，也当减慢气候变迁的速度。What we do is we transplant eelgrass from one mother bed. We still have eelgrass in our fjord, but not that much. But we can take and transplant from the good areas into the remaining desert part of the fjord. I think this is must be our duty to be underwater gardener and help also to clean up the ocean sometimes and stuff like that. 唱水人员甲蔓草垫伫咧会当自然分解的顶顶头，结果甲伊顶伫咧海床顶。经过努力，伫即马外爱乐集团4.15公顷的海床内面，已经种了10万株蔓草栽。
They are binding a lot of CO2, and they are depending on on the sites we are choosing. Then they have a quite nice capacity for storing permanently carbon dioxide as dead organic matter in the sediment. 研究显示，万草的碳储存量是温带加热带森林的2倍。一英亩的万草平均一年会当掠300多公斤的二氧化碳，差不多是一台车走6200多公里的碳排放量。公司新闻陈思东编辑。以上就是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我是阿明陈伟民，马仔港节时间，咱再会。